为迄暝开始，点火掠机神变成个人必要的任务。结果迄年热人哪唱也未过了，规个野区已经强要听袂到机神的叫声。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阿丁做兵的时，甲我同款伫通信营，毋过无共单位。伊是志愿连的班长，迄时我伫营部担任行政司。迄时阵，阮部队伫金门，营部连甲志愿连中隔一个坑坎，平常时无啥交叉。毋过伫13伊进前，其实早就听过伊的大名。阿丁是职业军人，通信士官学校毕业的，当时的阶级是上士。伫部队已经5、6冬啊，为什么会成做通信营的名人？听讲含伊伫部队预防金门进前一摆输对抗的演习当中，惊人的表现有关系。故事是安尼。演习的某一天，当到阿丁带伊的班兵咧架线的时阵，无张持撞到规营的对敌，对方看阿丁敢若一个班名，就围过来叫因投降。喂，你已经互阮包围啊，敢毋赶紧投降？班长，要安怎？敢要投降啊？阿丁知影已经袂赴撤退，而且因为着方便做工课，甲身躯的枪拢一中绑伫架线车顶面，火烧白白。阿丁竟然命令兵仔摕手刃的山挑对敌军甲冲过去，甲因拼啦，冲啊！冲！当对方看到几个目睭银乌乌、充满杀气的兵仔，若像无爱性命，举山挑冲过来的时阵，竟然拢惊到向公撤退。好佳在演习的裁判官倒好伫对方的车顶，随冲倒来一直分鼻啊！真无简单，才阻止阿丁这阵兵仔的进攻。你是咧创啥？裁判官先甲因骂一出。大家连续过6天，拢困无好，嘛食无好，火气拢真大。恁安尼舞，是会出人命的呢。武器拢放落来投降。
阮为什么爱投降？因为恁已经输啊！阮哪有输？老婆的是因的，赢的是阮。恁赢一箍肩呐！因偌济人，恁偌济人，恁的枪拢也绑伫咧车顶，恁是要安怎赢？阮当然嘛赢，阮毋惊死，所以阮是以寡击众。恁以寡击众一箍肩呐！恁这叫做用鸡卵啃石头啦！报告长官，若是无以寡击众这款代志，安尼，请问咱是要安怎反攻大陆？你听讲阿丁上尾的回答，互裁判官当场鸡喙变鸭喙，无话通应。走，多谢长官，行，来走。男儿立志在沙场，把个过世写豪壮。金戈挥动耀人缘，铁骑奔腾撼山岗。头可断，血可淌，我家疆土不可丧。挺起胸膛把歌唱，唱出胜利乐章。演习结束了后，营长也佮发奖金，互阿丁年迄班加菜。后来甲阿丁熟识，是志愿连的行政司带伊来甲我借钱。我送，伊是阿丁，就是迄个也延毕甲步枪兵，以寡敌众的班长啦。哦，够用啊，迄无啥啦。是安尼啦，伊放假要转去台湾，手头无啥方便，想讲来甲你参详一下。迄个年代伫金门做兵，敢若职业军人才会使定期转去台湾休假。阿丁要转去，毋过辛苦的钱无够。因阿兄的三个囡仔，拄好拢咧注册，数字有淡薄仔大，我这边的公款会当煞的无介济，是毋是会当先为你遮累一下？阿丁的兄哥原本是伫东部山顶赛车载茶，2-3天前连人挂车练落去坑坎。伊的囡仔真难得，拢真落读册。我这个做阿叔的，爱甲责任担起来。所以后来只要是注册时间到，阿丁就会来甲我周转，才去逐个月对伊的薪水扣起来还。检查时想要答声，后来便因班上暗时有煮啥物好食的，就会敲电话来迎报。喂，莫上，出任务后。好，我随过。寒人我嫌寒，嫌伤远无爱去，伊就规气甲佢送过来。顶悬佮真担心，用军毯也是外套包咧保温。部队返来台湾了后，伊的物件我食搁较济，尤其是为山顶的厝人休假返来迄天，部队暗时禁火了后，伊总是会对外面弄我房间的窗仔门。我送一包互你，这啥？好料的，试看卖咧。哦，多谢哈。内面通常是我从来毋捌食过的物件，亲像红色的白翅肉、山姜仔肉，有一摆搁炸一包红螺麻互我。毋过后来拄到伊的时，阿丁，你刚摕来的红螺麻，滋味有够赞，毋捌食过遮好食的麻。迄毋是麻啦，毋是麻，也无迄啥。
霸婆啊啦，霸婆啊，你是讲半尾霸婆蛇1.1个。当时，阮部队伫苗栗营区内面种真济油咖哩树，热人一个到，先啊叫声会做人。有一天下暗，我发现阿丁带因迄班的兵仔摕面桶，鬼鬼祟祟，毋知咧变啥物梦。阿丁，你咧创啥？嘘，先莫出声，准备等食就对。刷入去看到因甲面桶下伫树仔骹，内面藏报纸点火烧。佮刷入去就大力摇树仔、踢树仔，结果袂输天咧路边甲共款，一大堆乌乌的绳仔对有火所在栽落来，才一时啊尔，因已经捡过了面桶甜甜。迄暗听讲志愿连的安全士官拢足无用。因为阿丁叫因甲遐个绳仔的膝骨甲骹拢加清气，透早送去厨房。用油煎过了后，淋葱仔煮甲胡椒盐。我送一半互你。哦，遮济哦，我摕来去营部，互大家偏芳一下。我摕去营部餐厅，和大家做伙享用。枕头啊，大家看到迄般油油金金、佮乌索索的生物，拢淡薄仔淡淡。你敢会食呀？几个台北来的大专兵，佮挑工激做要吐的模样。想袂到营长一个坐落来，竟然咪咪啊笑，讲：这什么人创的？这好物件呢？食这会使壮阳。啊，壮阳！凡是是听到上尾迄两字的关系，所有人竟然都完全无考虑，一个一个家己存入去盘仔硬来食，大家拢补甲真有滋味。滋味到底好也毋好，看结果就知。来哦，面汤报纸穿好势，准备出任务哦。对迄暝开始，点火掠机绳变成个人必要的任务。结果迄年热人哪像过要袂了，规个营区已经强要听袂到绳仔的叫声。年底我退伍，阿丁欠的钱还袂还了，我用私人的钱甲公款补互足，移交互责任的行政司。阿丁知影了后，心内对我真亏欠。我送真歹势，害你先贴，你地址互我，以后我一定会害你。毋过，搁再看到伊，算已经是10几冬后的代志啊。有一出电影要找山区的外景，我是编剧，所以就做伙对去。伫山林走2、3天，导演才找到伊要爱的山区一间细间学校。迄天是假日，空空无人的校园内面，敢若一位值班的老师，生做少年秘书。毋过，
看起来哪像淡薄仔面色面色。迄天天气真冷，山区落雨搁大蒙。阮住伫10几公里外的一间旅社，暗时9点外，迄个老师雄雄来找我。吴先生，阮若就讲想要请你啉酒，毋知你肯无？若肯，我会使载你去。你若招啥人？阮若招叫做阿丁，伊捌甲我讲起你。你若接听我了后咧做啥？伊听我了的日子过了无介顺时。是安怎？伊甲听我领的钱摕去甲人合伙做生意，结果去互拐了。啊，真歹运。后来伊去行远海渔船，嘛有结婚，毋过某留无条走去啊，人变甲真实际。原来是安尼，无怪足久拢无伊的消息。于是我看到你来，歹势含你小借问，因为我无确定阮阿叔是毋是愿意见老朋友一面。安尼，伊即马靠啥物生活？伊拢伫山顶咧无用，做啥我嘛无介清楚。见面的时，我先是上好嘛卖问。乌德麦伫坎坎坷坷的山路顶钓足久，才来到一间粗鲁简单的寮仔。一个入去，规间拢是薰酒味。我人个看起来差不多已经7、8分醉的人，头打起来看我。我先生来啊！阿丁是倒一个，我完全袂认识。尾手。一个老长头长的查甫人行过来，甲我揽咧，嘴里一直咧闹我的名，我才确定眼前这个人就是阿丁。来，大家哦，甲我上敬酒。多谢多谢。我上是我做兵时阵伫部队的好朋友，伊借我钱。我煞一直拢无还，毋过我煞嘛真后假，我摕飞翅甲山姜仔的肉干互伊，伊明明就毋敢食，拢摕去送人，结果佮甲我骗讲足好食。一群人笑甲东倒西歪，笑甲互我感觉足歹势。后来阿丁捧一碗细碗的物件给我食，伊讲：这是特别为你留的哦，这项哦，保证你毋捌食过。我认是一个种伫米酒内面金龟粒的物件，我拢无问，头一个打起来就甲吞落去，因为我惊人问咧到底，反说就毋敢食，会阁互阿丁甲遐个人笑。迄是我上尾一摆甲阿丁见面，嘛是上尾一摆食伊特别为我准备的物件。后来因大家拢醉啊，阿丁嘛共款，一直溜讲。
你要信无？我欠你的钱吼，无还，我拢会记，我真是会记。你要信无？我会记，你要信无？原本已经伫边仔困去的人，可能是嫌伊足烦，甲伊堵。你即马也无钱啊！你做落衰呢，啊无后摆你拣几块啊红豆衫送去台北，互伊买啦。少年老师载我落山，夜色足暗，阮规路无讲话，一直到看到远远的所在出现几拍电火时，伊才问我讲：“你敢知影阿叔互你食的是啥物物件？唔知呢。是飞起的肠啊！哦，对原住民来讲，迄是人间一等一的食物，可见阿叔真正无甲你放袂一记。迄已经是将近30冬前的代志啊！几冬后接到一张迄个少年老师寄来电影公司的批。吴先生，阮阿叔过身啊，伊着关押。批人写讲，伊阿叔在世时讲上济拢是做兵的代志，袂输迄是人生上精彩的一段日子。今仔日的广播剧，阿丁特别为我留的《人间一等一》，是由吴念真原作，大家师编剧，夏玉华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丁歌开音演出，吴颂客家员演出，裁判官林玉石演出，营长郑定营演出，老师颜新文演出，行政师李凤静演出。阿兵哥、陈兴生、苏兴新、李丰进、王家仁演出。
讲出心内感动，阅透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涂念陈以翔。咱查甫人上正甲其他查甫开讲的话题，一定有做兵。毕竟这是每一位男性对咱国家应尽的义务。就算你迄阵有偌唔甘愿，不过伫迄个全部拢同性别，大家年岁又够差不多的环境进行军事训练，其实不只好耍。所以随便退伍10冬，看到这篇我嘛有同感，袂输做兵的记忆转来啊。文章内，作者阿钦和作者叶仔，嘛是隔壁连的班长阿丁原本无熟识，两人却因为阿丁厝内积累用钱，透过关系，甲当时咧做行政事的阿钦借钱周转。阿丁嘛是可怜，阿兄咧东部的山头驶卡车，结果出代志，规个人和车拢摔伫山骹，人就安尼翘起。3个囡仔读书的注册费，就由阿丁这做一个打落来。阿丁是一个知影食果子拜树头的人，但不时嘛偷偷摕好料的，用出任务的借口叫阿钦去食，也就因为安尼，两人变做真好的朋友。不离过，退伍了后的作者，就甲阿丁久年无联络啊。伫电影公司食头路的作者，有一天为着一出电影，爱去山区打杂。一位踮山区国校啊教册的老师负责斗带路，啥拄啥，这位老师就是阿丁其中一个侄仔，讲因阿姐想要请伊食人间好米啊。这篇故事其实想要探讨的议题真深，并毋那只是咧讲做兵熟悉的共体尔。原住民伫台湾社会结构的处境，应该是吴念真先生真正想要互大家注意的议题。超过40年前的故事，台湾社会即马对无同族群的态度敢有改变？有啥物改变呢？值得咱真少思考。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介意聚会，唠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咱们客，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你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好，今仔日同款非常欢喜邀请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咱的台语翻译。第一位邀请的是咱台文研究所的林静佑，静佑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佑。好，过来是咱台文系王维进，维进你好。大家好，我是维进。好，第3位是咱艺术研究所的吴婉玲，婉玲你好。大家好，我是婉玲。啊，恁两位拢第2届来哈，顶届来感觉啥款？就趣味，就趣味安尼吼，敢有学到啥物？学到做者台语较文雅的讲法。较文雅的讲法吼。啊，维进呢？就是发觉到家己其实平常时在讲台语，足侪台语的内容已经互华语去影响着。所以趁这个机会当聊啊，有一寡较正统的台语就对哈。好，今仔日来到咱现场，甲咱指导的是咱的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芳辉，芳辉老师。好，大家好。好，感谢芳辉老师。另外，还有2位甲咱提供台语翻译的台语老师，一位是咱台湾歌册协会前理事长萧凌春老师，也还有台湾基西米发起人吴希美老师。好，所以就来进行咱今仔日第一个题目。他的大名倒是在认识他之前就已如雷贯耳了。
他的大名倒是在认识他之前就已如雷贯耳了。请讨论伊的大名，等到是进前就已经，意思差不多。就已经亲像雷公，如雷贯，就已经。伊的大名等到是熟悉伊进前，就已经顶港有名声。啊，下港无出名。好，请洪伟老师记得。呀，这就是讲，咱若咧翻一寡华语的成语的时阵啊，就是尽量像拄则安尼对艺术来讲吼，莫互迄二面八条咧啦吼。对，所以拄则安尼讲其实会使啦，就是听人安怎风声有无？嘿，对，会使啦，安尼会使。哈 ，OK， 好。先来起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萧凌春老师。伊的大名确实伫认捌伊进前就已经名气真响咯。好，先来去吴希美老师。也未熟悉伊进前，伊的大名早就毋知听过几摆。好，互咱的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先来去第二个题目。狭路相逢，仓皇撤退，以寡击众，以卵击石。狭路相逢，仓皇撤退，以寡击众，以卵击石。好，请讨论。说对对，说对对。仓皇撤退，赶紧绕跑。啊，赶紧绕跑。不，绕跑是华语。哦。第一个冤家相拄。冤家相拄，好，过来。金酸。金酸哦，两字代表，好，过来。以寡击众呢？亲像用鸡卵拍石头。啊，亲像用鸡卵拍石头。但以寡击众你无讲到。以寡击众来接手怕得手。接手怕得手。好，来，请洪宇老师给咱指导。大部分拢共款啦吼，啊，毋过当然第一个吼，即个较歹用几句话作底的，几个字作底就甲讲出来，是因为要甲即个意思讲出来，吼，所以啊，因为冤家咱有其他的意思嘛，所以就较无适合直接用冤家即个词啦。因为冤家就是吵架嘛，吼，对，所以加爱用较长的方式去讲啦，就是。譬如可比讲，咱会当讲较口语的，就是无想要拄着的人，就偏偏会互你拄着。就是类的啦，就是讲咱可能爱甲伊用，就是莫讲一定要几字安尼缩白掉去表达。啊，另外迄个以卵击石呢，我是感觉嘛会使有一个方式去讲啦，就是用拳头母争石狮。当然，咱本来俗语是用别人的拳头母争石狮。对。咱即马就是直接讲用拳头母争石狮，安尼嘛是会当表达迄个意思。迄个什么仓皇什么话啊？仓皇撤退。因为咱仓皇会当考虑用中乡公共啦。中乡公共，所以讲你要讲绕跑。绕跑，毋知会当讲搁较迄落的无，就是讲，其实咱这个铁蹄的词是会当用的啦，铁蹄的词是会使用的，你若要风进前有人咧半讲笑讲迄个1949年，迄叫做即个转紧有无？要用转紧的，这可能爱较有会才听有，咱少年辈可能较无听过这讲法，就其实是拍输走赢啦，对，拍输走赢，毋过遮的意思应该是中乡公共铁蹄是会使啦，迄种好，迄个以寡击众，咱的口语安怎讲会较好？就是拄则讲的啊，接手怕得手啊，接手怕得手，白话口语就安尼讲，我感觉 OK 啦。OK， 好，多谢洪辉老师，所以起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吼，咱来听萧凌春老师。香港铁蹄。薄弱的力量攻击强盛的对手，鸡卵
蛋石头。好，顺利去是吴希美老师。无张无弛煞崩着，走那飞咧，毋惊死，所以少少人嘛通镇赢遐济人。恁安尼是压两摄石车，草命人加工，家己找死路。哦，草庙人加工有这个意思。可能有的人的看法会感觉会使用啦，嘿，这可能无一定大家共看法。是。好，顺利去第三个题目。摩托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好久，才到一间简陋的公寮。颠准准足久，才到一间简陋破破的公寮。真紧哦。颠簸，起起伏伏。会使起起伏伏。乌多摆伫山路顶起起伏伏足久，才到一间破破的公寮。好，请洪伟老师记得。我这是环工，乌多摆伫山路车盘不止啊久，才到一间破散的公寮。迄个老师你讲或者颠簸，你换做车盘啦，车盘不止啊久，嘿。哦，车盘。当然这是一个形容啦。好，感谢老师的说明。顺利来听萧明春老师的讲法。乌多摆伫山路丢真久，才到一间渺小的公寮。好，顺利去吴希美老师。乌多摆伫山顶显咧，心咧，心足久才到遐，是一间公寮。迄公寮看起来蓝蓝。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顺利去第四个题目。人间极品，人间极品。人间上好的物件。人间上好的物件。好，请洪伟老师记得。好，这当然你要讲好也是会使啦吼。我是用赞啦吼。我是无去讲物件，我就讲世间上赞的安尼。是。因为有些咱当然在看伊的迄个前后，敢有接啥物啦吼。有些就是咱有一寡物件是算做普通是咧讲是当省略的啦。好，顺利去来听看萧定春老师的讲法。人间上高级的。再来吴希美老师，这是世间第一好的呢。好，互咱可能会有甲同学做参考。顺利去上尾一个题目。那是他人生最灿烂的一段时光。那是他人生最灿烂的一段时光。人生上时间车赢这段时。迄是人生上车赢的一段时间。好，请洪伟老师记得。嘿啊，我嘛是用车赢啦。但是我是用一段日子安尼来讲啦。嘛会讲无一定有名词啦，因为有写着讲，迄是伊人生上车赢的，安尼嘛是会使啊，对无？就是即个所谓讲什物后壁佫有一寡名词，有写定咱口语嘛无一定讲啦。好，灿烂就袂使袂当讲灿烂对无？灿烂即摆嘛做侪人用啦，毋过当然嘛是爱看讲，可比讲迄个表现是毋是有下咱所谓的车赢，咁嘛咱即摆拢讲车赢嘛，对灿烂，我嘛就是爱看迄个情景到底咧形容啥啦，对，所以我是用车赢这个词啦。好，感谢老师的说明，顺利起来听萧凌春老师的讲法。迄是人生上灿烂的一段日子。灿烂哈，好，顺利去吴希美老师。伊规世人就是迄阵上样啦。好，今仔日5个题目拢完成，顺利去时间交互洪伟老师为咱今仔日同学表现来做一个讲评。就是拄则咧讲的。成语的问题，可能咱就是爱用咱多安尼思考方式，就是迄个意思是啥，就口语的，照迄个口语的意思去表达，毋免限制迄个，无一定爱限制迄个字数安尼。
嘿啊，大家讲了，因为因翻的跟我差不多，所以当然是袂歹嘛。好，非常感谢洪宇老师的指导，也有今仔日3位同学挑战，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局内面演5送的客家员。今仔的节目听煞，毋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会使写问卷表达对阮的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相送，欢迎你做伙来斗热热，请上专门客电台详细了解。后来伊去惊真歹运，无啥感受。你有没有爱情？这样不是你的钱。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客电台制作、嘉属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小林村、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祖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详细音乐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也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在烧烟甲酒精当中滚假的互相帮赞，欢迎准时收听。恁的枪拢也绑伫咧车顶，恁是要安怎样？阮当然嘛赢，阮唔惊死，所以阮是以寡击众。外之种一颗剑呐，恁这叫做用鸡卵牵石头啦。报告长官啊，若是无以寡之众这款代志，安尼，请问咱是要安怎换中大了？伊明明就唔敢食，拢摕去送人，结果佮我骗讲足好食。